今天要讲一个故事，叫做别急着吃棉花糖。这个故事跟咱今仔日的讲到的题目《小孩与棉花糖》其实是同款的，所以你今仔日爱注意听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儿童信息，你才能够接下去我们今天的主日信息。我要讲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叫做强纳森，猜猜看，小朋友，强纳森是哪一个？就那个要靠进去计程车那个。要坐计程车的那一个，他要坐计程车去机场，要接客户，然后一上车看到司机是谁？他的国中的好朋友叫做杰克，所以这两个人是怎样？好朋友，同学啦，他们是同学。然后两个人就在车上边讲边聊天，然后这个强纳森左边这个强纳森各方面都很有成就，然后杰克就问他说：“你很有成就，我想知道你怎么办到的？为什么你今天这么有成就？”来，你们猜猜看，强纳森讲什么？他说这个强纳森告诉他说：“我跟你提过，我4岁的时候参加过一个实验，这个实验是什么？来看看好不好？来帮我们放一下。这个是史丹福大学的实验，这是金匠武器的实验。好，我们直接跳到等一下先跑到这边，停一下。他这个实验，他找了小朋友来，有找了我如果没有记错，他好像一共找了600个小朋友。”然后去做这个实验，这个实验就是小朋友进去到一个房间里面，然后给他一颗棉花糖。喜欢吃棉花糖的小朋友举手。都举那个一半的，不好意思举哦。好，谢谢你们。然后他给这个棉花糖，但是告诉他说，如果你可以等15分钟以后再吃这一颗棉花糖的话，我再给你一颗。所以这小朋友会有几颗棉花糖？2颗，意思就是说，其实它只有一颗，但是如果你能够等15分钟以后再去吃这一颗棉花糖的话，再多1颗给你，所以你就会变成2颗。没有他原本1颗，只要是他吃掉那个再给1颗。对所以他等于吃2颗棉花糖，他会有2颗棉花糖。小朋友，如果我告诉你说，我1个棉花糖给你，等15分钟再吃，给你第2颗棉花糖，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等？要等了举手。现在都说会等真的棉花糖拿出来的时候就不一样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实验，这个影片没有很清楚，因为它真的是很久以前拍的。这些小朋友现在都长大了，来，我们来看看。El 100% de retorno a la inversión en 15 minutos. Sin embargo, algunos de ellos, tan pronto la puerta se cerró, se retuvieron en la postura y 他很快就把它吃掉。en cambio, resistieron el impulso. 然后有的他就是一直在那边等，然后在那边摸，在那边折磨，15分钟突然变成好像15个小时，很痛。还有在里面在外面画圈圈，在里面偷挖的。
吃棉花糖，这是有一个教授啊，他真的写了这样的一本书，然后他做了这个实验，这个实验从史丹佛大学出来的，啊，后来在台湾，在很多地方也都有做这样的实验。其实啊，我也做过这样的实验呢。我对3个小孩子做实验，有没有人知道那3个小孩子是谁？啊，我在这边不讲实验结果，免得回去以后等一下他们骂我。我已经知道实验结果。哦，你已经知道实验结果是什么了。所以啊，这个强纳森他就告诉他的同学杰克说：“我之前做过一个实验，然后呢，杰克问说：啊，你吃了没有？你有没有等候？你会不会等？可不可以等？强纳森有没有等？说有等的举手。来，这边也一样，有等的举手。啊，没有等的举手。哦，好，没有等的哦，这些是没有等的。这个强纳森说，他超级想吃，可是他只要想到说他忍耐15分钟就可以得到2块棉花糖，他就想尽一切方法忍耐不吃。所以他有没有吃？没有，他没有吃，他就唱歌跳舞，在旁边扭来扭去。啊，然后搔头抓头发，走来走去，说故事给自己听，想办法撑过那15分钟，然后不要吃那一块棉花糖。他有没有成功？有。于是他熬过了那15分钟，得到了2块棉花糖。于是他发现，那个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棉花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那块棉花糖会是这辈子最好吃的？因为他等了很久，他等了15分钟，他终于可以吃了。他为了这块棉花糖付出了一个很大的代价，就是他人生最长的15分钟。小朋友，你有没有为你的生活付出过代价？你有吗？然后这个杰克他就问说：“哎，我不懂哎，这跟你现在的成就有什么样的关系？”这个强纳森就告诉他，这没有直接关系，但是要预测一个人未来成不成功，能不能延迟享乐是很重要的指标。比如说，当要考试的时候，这2个人本来成绩差不多，可是啊，考试之前会怎样？有的人会很痛苦的去念书，可是有的人会怎样？就直接跑去玩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杰克跟强纳森哪一个人是先跑去玩的？杰克，因为他觉得念书很辛苦，所以他不想要等待那个15分钟，他就跑去玩了。所以他去打篮球、看电视，然后他没有看书就去打电动。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也这样啊？我有回来。没有。我没有哦，好，我等一下再问你爸爸。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功课。哦，对，他现在没有功课。所以这个跟小朋友的年纪也有差别哦。有的人功课很多，所以想到要写功课哦，哇，真的是痛苦了15分钟。可是这个强纳森呢？这个杰克他玩完了以后回来，还有时间，还有体力，还有精神念书吗？没有，所以他就念不下去了。所以这个杰克他就是先吃了棉花糖。那这个强纳森呢？他还没讲完。他说：“你选了马上可以享受的，你在这个当中先做你喜欢做的。所以啊，当你做你喜欢做的事做完了以后，你应该做的，你还有没有体力去做？没有，你就做不下去了。所以啊，他的成绩就没有像强纳森这么好。可是这个强纳森呢，他把他的时间花在他应该先做的事情，所以他忍住。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没有像这个杰克去买哈雷机车或者是他要去约会，他花不少钱。所以他常常做很多他的应该要做的事情以外的事情，所以啊，最后他没有像杰克，没有像强纳森一样，把他应该做的东西先准备好。好，我的投影片大概只要看到这里。小朋友，我要请问你们一件事：当你回家的时候，你的功课是什么？
你回家的时候你有什么功课？哎，你不用一次念那么多，一项就好了。你别讲惊死哦。我们回家学校作业，还有学校作业。那你们有没有你们喜欢做的事情？哦，有啊，我喜欢写学校作业，学校作业超简单。啊，你不喜欢写的作业是什么？英文。我不喜欢写英文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有我们现在需要学的功课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个功课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很乐意想要去做的。但是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先学习，你在这里所为你人生打下来的基础，你所要付出的代价，都是以后你能够越走越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。所以，我们要不要学习去慢一点再吃那一颗棉花糖？啊，那一颗棉花糖是什么？你喜欢什么？现在在这边都讲得很好听啊！你喜欢看你自己的书啦，对不对？你喜欢看你自己的书啦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喜欢的东西，可是我们学习把我们喜欢的事情慢一点做，把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先做。什么是应该做的事情？作业。我们的那个桌子要不要整理？讲不下去了。我们的书包要不要整理？啊，你喜欢唱歌，你需不需要练习？你喜欢弹琴，你要不要练习？有些事情，这不是我们第一最喜欢的事情，可是却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当以后我们会遇到人生有更多的挑战，有我们更多需要去排我们的优先顺序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排那个优先顺序？小朋友，如果我等一下告诉你，你如果回去的时候啊，这个礼拜再来的这个礼拜，明天礼拜一嘛，对不对？下礼拜放春假，对不对？下礼拜嘛啊，哎，下礼拜啊，这礼拜还没有。这个礼拜一回去的时候，请你回去帮你的爸爸妈妈，其实不是帮你爸爸妈妈，帮你自己做一件事情，把你这个礼拜所吃的，不管是你在家里吃哪一餐，你所用的碗盘，自己拿去洗，好不好？你们已经自己拿去洗，把那个碗盘拿去洗，洗完以后再去玩，可不可以？洗完我也要手洗完好不好？没有人理我。我尽力了，我尽量要让囡仔会当去洗碗哦，我尽力啊，无法度啊。大人不相信吗？大人相信吗？相信。大人相信我们小朋友可以这样做吗？可以。可以。那我们小朋友愿不愿意做？愿意。我们吃完饭，我们把自己的碗盘拿去洗，或者至少拿到水槽去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做得到的举手。我们努力看看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努力看看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手放下。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很多事情是应该做跟需要，应该做跟想要做的。我们先学习去做应该做的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再来做想要做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可以吗？好。那我们的爸爸妈妈，甚至是阿公阿嬷，也鼓励我们的小孩，鼓励我们的孙子去做，先做应该做的事情，然后再去做想要做的事情。我们一起在这边来学习，好不好？好哦。然后，如果你做到的话，下个礼拜来要在主日学问啊。主日学问的话，如果你有把你的碗拿去水槽或者拿去洗的，来跟牧师领一个棉花糖，好不好？好，2个棉花糖，好不好？3个。哇，这个太得寸进尺了，再下去，最高兴的都是那个明谦叔叔。
你都要去看牙齿了。好，记得哦，再来这个礼拜，请你先把你的碗拿去洗，或者拿去水槽，然后再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努力。那我已经知道了。那个不算，我现在讲的是这个礼拜啊，这个礼拜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